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河媽講經，我係河媽。今集嘅節目咧真係好唔容易啊！正因河媽啱啱換咗新工，超級忙之餘，仲要係好多嘢都係適應當中，日日都勁攰啊！加上病埋，咳到命都得返半條啊！大家聽到我把聲都係有啲沙啞啦。今集嘅節目相信會錄得比以往更加困難，更加有挑戰性，因為可能錄兩句我又要咳一咳，錄兩句我又要咳一咳咁樣啊。要分配翻時間出嚟做成呢一個無償嘅工作，的確係好困難。好多謝我家嘅小河馬，為咗支持我繼續完成呢一個目標，放棄咗今日同河媽出遊嘅時間啊，俾我喺屋企好好咁完成呢一集嘅節目。或者好多人都會諗，其實都冇咩人聽啫，你咁堅持嚟做咩呢？我嘅立場，第一，唔可以失信於自己定落嚟嘅目標啦。第二，亦都好想可以以身作則，做到我小河馬嘅榜樣，成為一個令自己都可以抬頭挺胸嘅媽媽。所有事其實都事在人為，盡做啦。可能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呢。起碼當我埋台寫稿嘅同時，小河馬都終於肯埋台處理一下佢學業上嘅事先，都尚算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嚟嘅，我滿足噶啦。今集會同大家繼續分享互動的秘密，作者分享咗幾個爸爸媽媽可能都會遇過嘅尷尬狀況啊，同埋針對嗰個別嘅狀況，提供咗處理嘅建議。想學下破解尷尬嘅外出教養術，事不宜遲，馬上同大家河媽講經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小朋友明明都認識見面嘅大人嘅，但係就偏偏唔肯開金口叫人啊，氹又唔係，鬧又唔係，仲阿崩叫狗越叫越走，令到大家尷尬到非常啊！同時心入面都會擔心自己個小朋友俾人標籤為冇禮貌啦，又或者冇大冇細。其實小朋友每個人適應嘅能力都唔一樣，有啲係比較快可以進入狀況，但有啲敏感嘅小朋友就要觀察長少少嘅時間。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哋其實係觀察緊啲乜嘢嘅呢？佢可能係睇緊個環境有冇好玩嘅嘢啦，有冇令自己憂慮嘅嘢啦，又或者有冇令自己覺得唔舒服嘅人啦。作為主要照顧者嘅我哋啊，都應該同佢企同一陣線，作佢哋嘅最後最強嘅後盾。意思唔係支持佢唔叫人唔同人打招呼，而係幫佢表達佢哋嘅狀況，俾個位佢哋落台，俾時間佢哋去適應環境同埋人。當察覺到佢哋嘅焦慮緩和咗之後，適應咗嘅時候，就可以鼓勵佢主動去打返招呼，同佢哋講幾時做到係唔緊要噶，重點係做到。當然啦，大人都要當係一回事先得嘅，唔好自己都唔記得咗。第二個最常遇到尷尬嘅狀況就係小朋友情緒暴走啊，尖叫啦、大吵大鬧啦、掠地啦等等。通常呢啲狀況，如果家長同佢哋硬碰硬嘅話，都係冇好結果嘅。強硬唔得，咁唯有就晒佢啦。可能呢個都係好多爸爸媽媽避免尷尬嘅處理手法啊。而作者建議我哋要用理性、溫柔同溫柔嘅方式去回應佢呢種吵鬧嘅模式啊，即係太極以柔制剛。例如，我有聽到，我有睇到，等你喊完就可以同我講，我就喺呢度陪住你。不過喊係可以嘅，麻煩控制一下，唔好太大聲。如果太大聲震聾咗我以後就聽唔到你可愛嘅聲音啦。睇到呢度呢，河媽就會心微笑咗一下，因為我正就有發生過同類嘅狀況。當小河馬大概2-3歲嘅時候啦，其實佢都係嗰一種會喊起上嚟大嗌大叫嘅小朋友。無論佢呢個情況係發生喺屋企啦，又或者喺街啦，我都會保持同樣嘅處理手法，等佢喊完冷靜，我哋先慢慢再傾。好記得試過有2次喺商場入邊，佢都有呢個情況嘅。咁可能係河媽面皮比較厚啲啦，我就將佢拖埋一邊，即係類似後樓梯嘅位置啦。總之係對其他人影響最細嘅位置，而我
會望住佢喊，中間都會提醒佢，等你喊完冷靜咗，我哋再作討論。我係唔會因為佢呢種手段而屈服嘅。然後呢，喺我記憶當中啊，佢呢個情況呢之後就冇再出現過，因為佢知道根本就冇用嘅。我會心微笑係因為原來我做啱咗，而真係有效噶。第三個狀況呢，就係小朋友去到人哋屋企嘅時候啊，因為喺強烈好奇心嘅驅使底下，佢哋會掂下呢樣，又摸下嗰樣，又或者去抄人哋櫃桶啦，開人哋啲房門啦，總之就覺得好似喺自己屋企一樣啊。呢個狀況同樣會令父母覺得好尷尬。作者建議我哋應該入門口之後呢，就幫小朋友 screen 一下先，有冇啲位置可以俾佢喺嗰度做噶，明確咁俾一啲指令佢，亦都話俾佢聽，我哋會喺呢個地方逗留大概係幾耐，建立小朋友嘅時間感啊。例如，如果屋主都係有小朋友有一個玩具區域嘅話，喺得到屋主同意底下，我哋都可以建議小朋友去嗰個位置睇下有咩想玩，就問人哋借嘅。又或者出門口前帶定一啲玩具俾佢啦，叫佢可以攞出嚟玩等等。而最後一個狀況啊，就係佢哋因為太興奮而口沒遮攔。以過年去人哋屋企拜年為例啦，我哋都會教小朋友講一啲吉利嘅說話，好似恭喜發財啊、身體健康、大吉大利等等啦。但係偏偏呢，佢哋又運用佢哋無限嘅想象力去創造一啲人哋未必覺得好笑，而佢自己覺得好好笑嘅說話啦。例如恭喜發福啊、利是逗來啊、馬騮屎忽啊等等等等。雖然發生啲咁尷尬嘅狀況，大人有時都會好嬲，但係都請大家盡可能理性冷靜咁樣處理。見到佢哋太興奮嘅話，就叫佢哋返嚟身邊靜靜咁樣坐1分鐘左右，同佢哋表達呢啲說話，可能喺屋企講都仲可以，爸爸媽媽都會包容你。但係喺人哋屋企講呢，就未必太適合啦。講翻一啲正確嘅吉利說話，會令到人哋更中意邀請你嚟佢屋企玩㗎喎。如果你喺度玩得好開心嘅話，你靜靜咁樣去思考一下，我相信你會知道點樣做㗎啦。恭喜大家又完成一課啦，亦都多謝大家包容我把咁磁性嘅聲音啊！亦都好想多謝自己嘅努力。下星期我同樣會繼續努力咁樣同大家河馬講經。如果大家都想支持我嘅，希望會幫手按讚、分享同訂閱啦。念句咒語先，完成比完美重要，完成比完美重要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坐言起行，做自己想做嘅事，我哋一齊向前行。加油！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同大家河馬講經，拜拜。